呀，老师，咱能去能去去，我老师认得了，这是的嘞。现在是的呢。哦呀，咱认得了呢。咱能去能去去，江州广播的，深圳广播你去，他同么江州广播的送了呢。那我们如同往常一般，在上课之前呢，先观修皈依和发心。那我们首先观修皈依，那请观赏我们的对面虚空有导师释迦世尊，世尊的两旁是持世还有文殊等八大水佛池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请观赏我们最主要的修行教授是吉他换。吉他换是出自于吉天菩萨的入行论，所以我们观赏吉天菩萨。吉天菩萨的四周是龙树还有无着等26庄严，或是17大班智达等印度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请观赏宗喀巴大师。宗喀大师的四周是一切藏传还有汉传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请观赏尊者。尊者四周是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围绕。请观赏，他们都是真正的佛。他们能够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修学了成佛的方便、灭地及道地。因此，我们的正皈依就是法宝、灭地和道地。心虚之中具备灭地和道地功德的普特求罗，无论是声闻圣者、缘觉圣者，或是大乘圣者，都是我们皈依的主板。在了解了三宝之后，我们就自成了皈依三宝，而且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忘记和三宝做祈白。我们皈依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今生以及来世的安乐，也不是仅仅为了能够获得解脱。我们皈依是为了一切有情都能够承办佛果位，然后为此而皈依。
哎呀，这哪的那些，哪的呢？长久生功不的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观修发心。那发心呢，就是升起唯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那我们最主要呢是要去思维为什么要升起菩提心。那我们可以从5个科判呢来做思维。那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需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这又可以从3个部分来做思维。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思维到因为轮回没有开始的缘故呢，所以一切有情在过去世呢都曾经当过我们的母亲。那在当母亲的时候呢，就如同真是母亲一般，放弃一切的受用，照顾呵护着我们。所以由此而对一切有情呢，升起念恩以及报恩的心。所以为此呢，我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围绕说，因为呢，我是希求离苦得乐，我不想要生老病死，还有像是苦苦、坏苦、辛苦等这些三苦的痛苦。那一切有情呢，也和我一样，所以为此呢，我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苦乐呢，都是关待于他人的缘故，所以为此呢，我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第二个课判呢，就去思维到说，那既然想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我是否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呢？那会发现说呢，我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因为呢，想要就近利益一个有情的话呢，要了解他的根器、圣洁以及希愿。但是呢，并不要说是我，乃至于像是巨力的天神、梵天，还有地势等，或者说呢，具有地道功德的声闻缘觉等众呢，那他们也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那第三个部分呢，就去思维到说，那谁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呢？那唯有二质量圆满的佛陀呢，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因为佛陀呢，他的二障已断，而且圆满一切的断证功德，所以佛陀呢，他才能够如实了知一切有情的根器、圣洁以及希愿。那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就思维到说，那我是否能够成佛呢？那我们观察呢，像是导师释迦牟尼佛或是燃灯佛、迦叶佛等等呢，他们在过去因地的时候呢，那如同我一般，所思皆烦恼，所行皆恶业。那最后呢，他们会透过修习慈心、悲心、菩提心，透过三大圣起劫累积资粮，最后能够承办佛位。所以由此呢，我知道说，只要能够发起菩提心呢，我也能够承办佛位。所以由此我们知道，佛位呢，它并不是无因而生。如果是无因而生的话呢，它就是常法。那我们就不需要辛苦的呢去修取地道的功德。那同样呢，菩提心呢，佛位呢，它并不是不顺因而生，它一定是透过相顺因而产生。那同样佛位呢，也不是透过个别因而生，因为呢，像是种子生苗芽呢，都需要各种因缘和合才能够产生的话，那更何况呢是圆满的佛位。那要承办佛位呢，需要透过智慧之良断除恶障，但是要有智慧之良断除恶障呢，需要菩提心呢作为依靠，所以为此呢，我要升起菩提心。那第5个部分呢，就是思维到说，那我如何正修菩提心呢？那也就是在我一天的26时中，那无论是我的行住坐卧，或者说我的一呼一吸之间，是我的无忌的这些行为呢，那我都祈愿一切有情呢，能够从现在开始承办佛位。一切有情能够从现在开始累积成佛的因。我从现在开始要承办佛位，我从现在开始要累积成佛的因。那请做如是思维。
哎呀，他的那个上做讲究什么都不连的，哦，那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受持菩萨戒，那么叫我世界呢，上师诸佛及佛子，到了公婆这都是，祈请哀悯意念我，其他人给的写给，如其往昔诸如来，讲究土内给巴当，从于升起菩提心，讲究300拉巴拉，菩提萨埵诸学处，在他人心内巴达儿，如是次第善安住，大讲着了判断度，如是为利有情故，讲究生命给给心，愿我亦发菩提心，讲究300拉巴拉，如其所学诸学处，人不心多拉巴拉给。亦如次第能修学。哦，他的呢，另一个，那么叫我世界呢，上师诸佛及佛子，打了公婆这都是，祈请哀悯意念我，其他人问题的些个，如其往昔诸如来，讲究土内给巴当，从于升起菩提心，讲究300拉巴拉，菩提萨埵诸学处，在他人心内巴达儿，如是次第善安住，大讲着了判断度，如是为利有情故，讲究生命给给心，愿我亦发菩提心，讲究300拉巴拉，如其所学诸学处，人不心多拉巴拉给，亦如次第能修学。打连你的啥吧？老他连送巴的了呀，人把心都拉巴起，下边高度，像就身边东巴南巴大巴子，他们让做忙起啊，东巴那一连 top 身巴讲讲的，等于的，他的巴罗的了，让做 top 娘的个就呢，top 光的光都派送上巴去，哦，的等的几档，俺那第一节了，等的当时这不有没意思吧？来巴都，天天三节的时候，三节时候他就多，所以他。这代表像就身边东巴连呀，对呀，俺那几个他人让做等天就给没有人不去 top。어다 대가는 시 태바침be 개위 신년의 제 태바침be 상기기 템바던 젤 어다 로종기 당마 냠소 레멜라마 개위 신이 섬이 미자마 뭐지 대다기 군들이 답이 신지비 전주기 섬기는 뭐지기 당마 섬이 미자방 뭐 퇴삼 곰섬체 고갑도 총발에 다 된대기 다리 제주 선배 돈발 내야 돼다 된대지 총발 있나 다 다리 친해 교바민도 섬에 다다랑 알아서 끼징이도 치we 있나야 그러면 삼배세면은 다 찬주 선배 동발랭기 총하다 할래봐 보다 된대지 당하나서 니마치래 тө저망 보지요 심지어 탐지기 제도 상로 땅에다 깔래 카보다 버지래도와 어다 된대지래 된대인데 된대지기 돈에 소속이 쌈라 가와 고메다 또와께야 되체 되는 디젤이야 다 타네 다기 치는게 리더도 멜레전도 교매주메도 녀와메기 되다 다 대대버 겨와 상보 된대기 총화 인자 다 다리네 손데 심지어 류기권에 심지어라 믿으면마다 농아기권에 심지어라 넣어봐도 이기권에 심지어라 넣어봐서 저는 농아 예수미권에 심지어라 매변받아 넣어봐 중세계 지금에 팬받은 대화 버시 두버 지기 삼바오다 된대지 담자지샤 那第三遍呢，念到亦如次第能修学的时候呢，那因为在座呢，就是大部分呢都已经受过菩萨戒，所以我们就观赏呢，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呢，若是菩萨戒呢有所亏损的话呢，那就是念到第三遍的时候呢，那观想它已经恢复并且不断的增长。那接下来下一个寄颂，今我此生不虚度的这个寄颂呢，我们就思维到我们今生呢难得获得了暇满人生，而且直遇到了大圣的善知识，甚至是大圣的教法。那乃至于说大乘教法当中呢，这些修心的教授呢，我们也在许多不可思议的这些善知识的跟前呢来做闻思修，而且特别是呢，我今天能够受持菩萨戒的话呢，那即使呢下一秒钟呢，就算是我死了呢，也是死亦无憾。因为我们在一天之中呢，我们去思维，我们有多少时间呢，在思维一切有情，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现在呢，有事能够受持菩萨戒的时候呢，由此而升起欢喜以及随喜的心。那最后一个寄颂呢，无论如何我至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去思维到说呢，就是我呢平时呢，就是透过我的身语
意呢去伤害其他的友情。那从今天受持菩萨戒之后呢，那我就尽我的能力呢去守护我的身语意，然后让我的身语意呢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友情，然后尽我的能力呢去利益一切的友情。Lama Jawa Sejenam 上师诸佛及佛子， Lala Gomba Zadusu 祈请哀悯意念我， Chidang Yidesheke 如其往昔诸如来， Chanjutuni Gyabadam 从于升起菩提心， Chanju Sembe Labala 菩提萨埵诸学处， Tetarim Shinebatar 如是次第善安住， Tajang Drola Pendundo 如是为利有情故， Chanju Semni Gegishin 愿我一发菩提心， Chanju Sembe Labala 如其所学诸学处， Rimbashindo Labreki 亦如次第能修学。Pingde Dase Tribuye 今我此生不虚度， Mi Siba Lebato 今我善来人中生， Tirin Sange Risuke 今我生于如来家， Sange Sesu Tajurdo 成为如来亲长子。 Tanen Dagi Chini Kyang 无论如何，我至今 Ridan Tumbe Lexamde 当勤负荷此家业， Yome Tumbe Ridela 勿令所行有玷污， Nyoba Mikyu Tedarcha 于此无垢尊贵种。Oh ya, kita tendeji. Tang tu chanju sem singe de pe mesebe kechebore dwa nyamle la jana. Karere sena tang ranzo chanju sem de khazu samla tang kasangi mal na ba na shinre chanju sem de ani ta ngaranzo ta pe na chasha ba ina ngaranzo ngimachi le ya keja khare misaba ji thu ba ina ya. Oda minging ba ji thu ba ina ya. Tā pēne lūtū bā yīne lāṃsā, kēchā shē yuñdū, kēchā gōtsō yuñdū nī, thāmbō ngē dīk bā tāng, shēngi mā dīk bā tāng, ngē mā nor bā tāng, shēngi nor bā tāng, tā tēndē chīki, kēchā tēndē kiāng yāng chī kāng lā dō tī dōwā ngā dzō, chī mī sā bā chī tū nē rē, mī ngīng bā chī tū nē rē, tī pārū chī tā chī mī mā tū nī gyūrūng bō chī mbā yīne, tī pārū lā kāng khare chōng yīne, tā tī dzō kāng kā, 现代这话起码都现代嘛这话给你最近这样写没得啊？但现代这话就写亲切了呀，俺你现给这个马这巴当，俺你现给马这巴的，现给等的这个捐到个老当这吧，底下他这讲了，俺就讲呢，等这这讲呢，俺你找的个个写给多啊。 你写人的地方了，说说给，俺你地说说俺做了可以的，什么了马上啊去听，俺这个那些地方了，说说给，呀，说说了地大部你自己创业呢。 pe di na shi chen o ta nga la nge ma te de de ji chong so sen ya so so di kan la nga la di na shi chong so ya so so di na shi chong a da pa xie zu xie da xian gi guen zhe da bu ji gi xian gi gang sa xian gi guen da bu ji na te dan de wa sha ta ji kan la re do wa o de de ji yong gu do wa che zang
ngara zo chanju ki sem de yang yang samlo mangbu tang ma tu na kange chembo te ya sha。那所以呢，我们的修持呢，就是对于菩提心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菩提心呢，只要思维的越久呢，它对我们的好处呢就会越大。因为我们可以去思维到，就是我们平常呢，比如说哦，我今天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呢，那或者说呢，我遇到一个老的朋友，那我们见面的时候呢，在聊天的时候呢，一定就是开始想要说啊，我哪里怎样，我比较好的地方是哪里，就开始介绍自己哪里好，然后呢，边讲呢就开始边讲述他人的这个过失，或是对说许久未见的朋友呢，那相见的时候呢，就会开始然后说啊，好久不见啊，那最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在讨论中间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大部分呢所谈论的呢都是别人哪里做的不好，然后别人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内心呢都是处在观过的这种状态。那乃至于呢讲讲呢，就会把自己呢也带入进去啊，对对对，他就是怎样怎样，所以我以前也遇过怎样的事情，怎样怎样，完全呢就是在指着别人的这个过失。那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修持菩提心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呢就会一直呢在观过的路上呢，然后看着他人的这个过失。哦，对对对，那这是我们一般的是吧？事情，当然做基用给的嘞，那就当然做。别家单业之一呢，学五部大论，学四类学，学声类音类学，学心类学、音类学。那个时候，那你要啥起来这个多啊？俺就开始是呢，俺就别家单位告诉，强就身边样上了马达呢，俺就别家单位告诉大力的、路力的，这等于当不过来呢，开始嘎巴是的，开始嘎过呀去。让路给下过呀，第reglam的家园的，俺那先给住接的，俺那马太把他，俺那让给的住住接，太白给太住给人吧，所以让你给让路下把的住接给人吧，但先给俺那下把的开始爬嘎。开始给对吧的爬嘎的，他等的这的爬就给对吧的人，所以给让路给爬的嘎，所以给搞这的真的真的，那不人家那些高档的讲了。早就讲了做定业的不去，提讲了做定业的不去，团结百家大堂的马来的，现在呀，我让做百家大堂的不的，提讲了亲戚，安尼先给路改呀的，做的不去切切。提娘们来家当的说上了当嘛，对对，俺那提纲了讲讲做起对，俺那看怎么起呢？俺那白开始过来，嘎下给南下讲讲，就高处给南下讲讲，就讲了做的给上了当了高处，俺那去桥外也高处，天天就讲了做的对，俺那老中给娘们了，俺说讲也吃个多，白家大堂我那提人没多啊。那而且呢，就是对于说，就是比如说呢，就是当我们开始修学五部大论的时候，或者说从色类学、心类学、音类学在学习这些经教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呢，像我们一开始在修学色类、心类、音类的时候呢，那我们只是透过理路，那不特别去思维菩提心的话呢，那会产生这样的过失呢。因为在学这些理论的时候呢，那像以经典的这个教授方式来说的话呢，这些论点的教授方式的话，一开始呢就是破他宗，那破他宗之后呢就是安立之宗，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我们学习经典的一个方式，但是因为我们在串习的时候，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串习。我一开始就是先遮破他人、遮使他人的这个论点，然后呢，成立自己的，透过各种的正理呢，然后来成立之中。所以学久了之后呢，我们学习经教学久之后呢，我们变成好像主要呢，对于他人的见解呢，我就想办法去破斥，然后呢，去成立自己的这些理由。所以我们很容易呢，就在破例当中呢，就是做任何事情呢，都是处于这种破例的这种形式。那这种因为一开始没有透过菩提心去做摄持呢，那长时间透过破例这种方式去做思维的时候呢，那之后在修心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困难。就像杰人不杰的，加插杰的，安尼克度杰的，听说个兄弟能落啦。加插变成杰人不去个，安尼长年历星人不得不去伊那，三藏个kapso伊内的，让球个kapso伊内的，天球个kapso伊内的，中到我妈给南下的家家的个对处的嘎巴的，伢都
아니 로종기 냠랭기 랑규기 가자 까바다 냠도 랑규 가자 까단디 랑규단 자네 셈규 랑규단 자네 가자 까단디 냠도 로종기 셈 로종기 냠랭디 빠루빠루라 책 냠도 쭉네 송구도 아 제름부치기 대가나시 가자름부치 이네 바갑기 측제 되다 기도름부치 되죠 바갑기 측제 된줄 자네 로종기 냠랭디 빠루빠루 자네 송구도 된nen가디 데려도 간세는 카지 가바 짱짱 가는 침바이나 삼로 코라 아니 카지 가주 생기 되바 가바 쪼왕라 도나 아니 랑규 뒤투고야 말와 랑규를 냠내는 도구매 바인자 디차네 오다 데데레도와 제자라만 고만은送了 데데도 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父子相尊的这个论点的时候呢，那无论说以中科巴大师来说的话呢，像是中科巴大师在辩了或者一上说上论呢，他在解释唯识宗的时候呢，他在一边就是破斥下部宗的见解的时候呢，那在中间呢会穿插一些修行的这个教授在当中。在里面，那同样呢，在讲述秩序派或是应成派见解的时候呢，他边遮止下部中的中义的时候呢，然后一方面呢，会把一些修心的内涵呢，就是穿插在当中。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破斥他人见解的时候呢，不是光于破的这种方式，那要配合一些修心的教授呢和智商序来做结合。那不仅仅是中科巴大师，当然最像是贾朝杰大师或是克祖杰大师呢，他们所造的论点呢都一样，他们会在就是中间像是在连接前后文的时候呢，他们会穿插一些就是修心的寄送或是修心的这些句子。那这个在告诉我们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修学经教呢，并不是以遮破他人作为最主要的目的，因为我们光破他宗的时候呢，是无法收摄我们自心虚的。对，창조기 쌤들 냠내 가주 제토바이나 아니 빼나 데데다우지 가르쳐 그래. 아니 가르쳐 그래. 땅 안주데 찍바라와 남규 찍바래. 나란주 교무 짱짱 지 림부다고 교무 짱짱 사야라 가보다고 지 여베이나 아니 교무 탱지 사와텔라 그 교무 임베기 천왕 숙천부지 여마라와 교무 임베기 남규니 교무다 각디 답변은 지 예메이나 아니고 여마라와 디디 다 균댕기 그 교무 짱짱 세 각디 더지나 각디 짱짱 나란주 카페 더지나 카페데 테스 각디 도와 카페 더디 그 카디네 균댕기 톤 디통네 데데바이는 그 각디 연나야 아그 각디 도에 슬람나 각디라 각디 임베기 천왕다 각디라 각디 임베기 문징 진야데 깔레 카가요아레 그래서 깔레 카가요아레 나란줄 카디 카요아르바 알레 카페디 남기 균댕이기 아 카페디 각디 요르베스나 단데 각디 임봉은 진야 잡라 각디 요마레 라베기 냥가 요르바 랍그레 레구마레 나란줄기 균댕라 다 카페 균이 통마뉴이 마통네 교름고 쉬어지 마동이 지임바이나 공아모 짱자 통댕이 지임바이나 장아모 짱자 통데 그 카페 직통연디 카페기 초아디 카디기 초아디 카디기 초아디 은진 투고도와 직투고도와 그래서 진투고도 그 수도 넘버 통통도고도와 배팅 나란주기 고성기 잡발라 딘낭시래 창주기 쌤 검단데 딘낭시래那就是我们在修持菩提心的时候呢，那就如同说，就是如果我们平常呢，就是有习惯呢吃很酸的这个人，就比如说他平常呢习惯吃柠檬的这个人呢，那他吃久，他对于酸呢，他并不会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呢是酸的。或者说呢，我们以咖啡来做举例，就是平常呢，我们知道说咖啡呢是苦的，但是有一个人呢，他已经很习惯天天喝咖啡的时候，那你问他说咖啡是什么味道的时候呢，他并不跟你说咖啡是苦的，他甚至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呢不叫做苦这样。但是对一个不曾喝过咖啡的人，或者说很久没有喝咖啡的人呢，他平常都是在喝奶茶的这个人，然后他突然喝咖啡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喝咖啡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苦。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讲述到说，菩提心呢，它对于我们三门的行为呢，就像是这个样子。那怎么这样子呢？那就平常平常我们想法是别的过失，讲的是别的过失，
做的是别的，但俺让做自己的爱的，所以说他三罗的先给跟讲讲，三罗在三罗当先给跟讲讲，俺的觉的先给跟讲讲，三罗俺的觉，俺做了快呀，等着刚刚方便全部都是人家别的故事，听的是全部别的故事，想法是别的故事，讲的是别的故事，他觉得听人讲讲觉得他先给跟着不的。先给跟等这个恰话的三罗单位的，也不也都没有啊的，俺就通过来看一完。可是呢，可听样都知点吧，知点吧，这的俺就可能先给跟三罗单位先给跟，刚才就那先给跟就的可能可能对的了，mix也都没有啊，因把的了，也都没有啊，因把的人家是人家个语音把的，俺就错头要嘛嘞。那为什么说呢？观修菩提心呢，就如同这样呢，它能够矫正我们三门的过失呢？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呢，都是去观别人的过失，那口中讲的呢，也是讲别人的过失，那耳中听到的呢，也是别人在讲述他人的这个过失。那因为我们一直在听别人过失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一种习惯，所以我们在讲的呢是关于不愿意境的呢，但是我们自己呢却不会这样子察觉，所以我们听久以后，我们习惯以后呢，我并不会觉得说，哦，现在所讲述的呢是在指不愿意境。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要升起悲心的这个对象，但是因为我们平常已经习惯这样子的讲说，或者说听闻，或者说这样思维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并不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不愿意的，或者说，哦，这个其实我要升起悲心的对境，我内心这种感受呢就会消失。当然这菩提心。俺저 찬주 쌤 짱짱 가나 가주 토도 삼로 땅바 있나 테니 가주 삼로 땅바 있나 추난게 녀바데 고 짱만데 짱만 마인 바데 고 소도 학코에 물어봐 티낭신 아니 먼저 루베기 추 쪼바다 오마데 춘이 전에 그 오마데 동네 추도 샤르 쓰기도 티낭신 전에 나란 저기 찬주게 쌤 삼로 땅 토바 있나 뒤쪽이 생기 연대 짱짱 삼로 땅 뒤통연대先给跟好啊的、特别的，说说上了大人的，说说了马掉做作用不是？这，但是的，没几多人那个先跟讲讲嘛，都先没人了。啊，但这没这，等那这没先给跟到就通的呀，等那就通说呢，什么了马掉情况，的马掉用还的搞的是呢，沙滩给吃的这几块，俺们讲讲都用的，俺的咖啡就都用的个咖啡给炒的那个了，炒豆腐给炒的那个了，个咖啡用不的。但南极边的炒豆腐讲讲啥的，的个炒豆腐的个是啥个咖啡用不的，就么的什么都的给炒的，来图个样嘛。听的，俺这个长久的生的上路开始当然，先给原来的做算了，先了原来的单位给落地了，我们的手切了做人的，第一讲了上路开始忙不当人的，先给跟同行的特别的等等内容的，都是什么了马掉去用过，的马掉用下的偏头也不大的，或军队的长久的生的你把的差个呀，的马都长久生是的，或蓝色点的东西来买不出来是个嘛嘞。那所以呢，我们在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那菩提心呢，它就具备这样子的作用，就是我们在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我能够很自然的呢，就是把像是水中污浊的这个水很清水呢，就是我们透过观修菩提心呢，我们就像是污浊的水呢，它能够让这个尘垢呢，水中的尘垢呢慢慢沉淀，然后沉淀之后呢，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发现说水的清澈，还有下面泥沙的这些污浊是不同的。那因为呢，我们透过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你透过观修菩提心去观察他人的功德的时候呢，那你自然而然呢，在听到别人讲述他人的过失的时候，或者说呢，自己要讲他人过失的时候呢，你的内心呢就会感到就是不安稳，你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好像又在讲述他人的过失，或者说我又听到他人的过失，为什么？因为这是透过修习菩提心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他人的功德。这就像刚才所讲的，就是一个呢从来
喝奶茶的人呢，天天都喝奶茶的人呢，他一喝咖啡呢，他就知道咖啡呢是苦的，他能够分出这个苦味。不然呢，每天喝咖啡或者说很喜欢吃臭豆腐的人呢，他根本就不觉得这个臭豆腐是臭的这个味道。那他很久没有吃之后呢，他突然闻到，他会觉得说，哎，这味道怎么这么臭？所以菩提心呢就具备这样子的功德，就是我们透过修持菩提心之后呢，能够看到他人的功德。那见到他人功德的时候呢，自然而然我们在讲到他人过失或是想要说他人过失的时候呢，内心呢就会感到不安稳。所以这个呢，就是菩提心呢对我们的利益。而不是还有菩提心呢，它的一个作用，所以并不是说呢，我们一开始修学菩提心的时候呢，它就能够立刻断除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没有任何痛苦，并不是这样子的能力。对，chanju 생이 들어. 아니 chanju 야야 삼로 담바이나 니람라 아니 니람낭라 아니 chanju 곰대야 된대 용그래. 다 된소 용소나 아니 팬토위에 따래. chanju 샘디게 누바 퉁고요래. 그래서 chanju 그 누바 퉁이하디 누바 퉁고요 따래. 니람 춘제라 chanju 곰대와다. 오다 된대기 아니 통인데 아니 chanju 그 누바 퉁고요 따래. 오다디 된대기 돈에 치디 아니 지기스 가드이네야 오다디 된대기 돈에 다 가르서 샘디 경보 차고 말해 신 샘디 타로 두고 샘디 경로 치서나 나경 가르치니 키고 그랬어 세저어 경이 가르치니 네 가르치니 키고 그래 세저어 오다 된대기 삼로디 두두 줘야지 용그래 경 가르치니 키고를 네 콜라 파펜 도샤마도 그걸 주펜 도샤기 제메스 경 가르치니 키고를 자왕이는 경 키도사 말 세지하러 오 텐데기 삼로기랑 시기 삼로기 또 경보디 또 차요 다 된솔라 매나 마소는 연에면 찬주기 셈래 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日日夜夜去观修菩提心，常常观修菩提心呢，等到我们有一天在做梦的时候呢，也能够观修菩提心呢，那就表示说我们修持菩提心呢，它的作用呢已经有产生，这是菩提心的一个能力。而且因为日日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才会变得越来越硬，或者说所谓的越来越精明。什么叫做越来越精明呢？我们越来越精明，就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一点亏呢都不能吃哦，好像都是我在帮他，他又没有帮到我，这样子我好像吃亏了，都是我在帮他，我们就会有这种很强烈的呢去直取这种哦，我吃亏，我占便宜，或者说呢，这种心会变得非常的强烈。那这种心久了之后呢，心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硬，这样会觉得说好像都是我在帮他，没有人在帮助我。那好像说哦，那这样子我很吃亏啊，我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这就是心变硬的一种体现。所以透过修持菩提心呢，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变硬的心呢，慢慢的呢，在变得柔软。다들 근데 인디 만족이 셈나라 아니 지기 배 남도 냠바디 숙천보 용약이다 근데 다들 그는 만족 깨자만 오면 해보지 진짜 근데 인디 딱 만족 디파루를 찬주셈 거래 만족 셰라 마join 인자 찬주셈데 인지 미지 검소나 어다 찬주셈 칸데 지 검라 도르드나 찬주셈 치장 검바쇠기 신기 연대도 통하게 로디 숙초로 체로 두고래 신기 연대도 통한 로디 숙 가주 체수나 신기 연대도 통하라도 신 강사 지기스기메다 강사 신 탐제기 연대를 통하게 로디 숙 체로 두고래 신 강사 탐제기 연대도 통하게 로디 지점 숙 체로 두고 저기 대라 견도기 로디 숙 총을 두고래 견도기 로디 숙 지점 숙 총을 두고 저기 디왕기 중에 셈 툭디야 공조다 셈 툭디야 디랑시메바 용으로 두고래 셈 툭을 둬야디 셈 강에 용야다 마치 지기 다 가족 강가 참부쳐 그래서는 칸에 갸탐을 람니 참부래야 요 말에 아니 냠바 갸탐바 때니 되기 때문에 차례마 템보디 찬주기 셈 공부이나 지자 미기 셈 밀라 이체다 셈 셴라 이체다 셴라 제와다 셴라 닝제디 템보 같이 때로 조인디 디츠기 셴라 참된디 랑시메바 용거래 디츠기 나게네 디 차도 그래 카레이네 차도 그래
所以呢，就是我们透过观修菩提心呢，那观修一段时间之后呢，那我们自然而然呢就能够看到他人的这个功德。那这个他人并不是指说特定的某一个人，而是指说一切的这个有情，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这个功德。那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功德都能够见到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光过呢就会越来越少。光过越来越少的时候呢，我们的错乱心呢就会慢慢的减少。那由错乱心所产生的贪嗔等等呢，那自然而然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不然呢，我们不观修菩提心，我们只是说我们要和每一个人呢都是好好的相处，每个人都要和睦相处的话呢，那其实光靠嘴巴讲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我透过呢就是送礼的方式呢，就是给别人好处呢，然后说我们要和睦相处呢，那这种方式都是不兼顾的。我们真正想要和别人呢，就是和平共处呢，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修习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当这些正德在心绪升起来的时候呢，那和任何人相处，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和睦，而且我们心绪当中的我慢呢，也自然而然呢就能够折服。对嘞。那的我让做长嘛，他我让做能在一张罗中给念来了，卡些定些的不就那位呢？别那罗中给念来了，对不起，长久sem公吧呢，俺家地给冲了多个嘞，看见俺家冲了多个嘞，俺家冲了多个嘞，差多冲了多个嘞，差多冲了看见多个嘞是呢，他我让做有了吧？别呢，我比如说。他别人做扎西隆布对不起呢，他当个扎西隆布的那个扎西隆布的住址嘛，那就住址的时候，别的茶厂里面呢，他别那个这个卡尔斯国的有这个种这一年的，我da这些三月米加巴呀，我都是那么三月米加巴的，等这个三月米加巴等这什么是同样的，我让西买吧，他了原点都通过了吧。ठीक सेम सिंगे दिन ने मा तो है चांजो के सम गलो मा जो ना अने मी 자산 शेंची की नांगलिया शेंची की नांगल जिबा तांगी की सम ये मिक्या बची छों यो है ना अने जिबा तांगी सम ये मिक्या बची आते थे जिबा तांगे थे तगासर को थे चिक रेस ने लामसा क्यों दो गुलो के की काना समलो तांगे थे ठीक यो हमारो चांजो के समलो चीज़ हमको ठीक ती इन दही सिमजे ना पेंबे के जंबुली देना सिमजे राम में बला पेंबे की बुची लेफ्शास ठीक 심지어 봐도 매발라 펜토샤스 ठीक शेला 연den도 땅에 로데기도 아다디 소소디 메 공도다 소소기 예기 예제 예시 뭐심바다 소소기 연데데 메나 아니 코디 마임바다 코디 베데 마임비기 두제 lum바가 시야지 용구도 와 다대가나시 ngaranzo 지기 낭베나 ngaranzo 정말 낭바임비게 잘해 다 제름 부지기 진주기도 출루钱了 原点 3년 미자바 용인데 출루 신기나 기부 담바 3년 미자바原点的 따야라 3일 강에 저기도 아다디데 지금 말행이 말해서 남사 다셔야기 년가도 다 잔주게 생게 로종게 연된데 가져 다스나 출루 신기 나라 기부 가서 3년 미자바 原点的 통토야요 하래 아 다가나시 ngaranzo nangba 임비차니 시치르 이슈다 디나라 삼비 비자바 지된데나 잠불링데라 팬토니 가져도 오다 딘조기 신내 연주데 아니 람사 게제 칙 토멘치기 안간졸라 민도 콘졸라 두었다 간조도 저 아유 삼산다 보다 데데기 ten하게 년가요 제자 대나시 아니다베 파조 디기다 제바디야 베 마임베기 녜베기 남도기 조타니 셴베기 견도 두비하게 년가요 제가 텐소 강가 용야 모여한테 수수 그래서나 잔주샘도 검서나 대탐제 오늘 야보라와 지된 잠불링데나 팬통이 자와상부터 등이 땜바데 심전나 팬통이 된대지 총도와 출루지나 땜바데 심전나 팬통이 된대지 총샤서 가와검나도 호텔라 인제데 계서나 홀라 차도다 나게데 총도도 와因为呢，就是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课，所以现在就讲到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多说一点。那而且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所以在讲修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以比较就是清楚的方式来做这个解释。那就是说讲到说为什么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可以对治所谓的我慢还有嫉妒心呢？那就以我来说呢，就像是我是一间寺庙的住持，我是扎什木寺的住持。
那我看到其他寺庙的时候呢，那就是他今年呢又出了很多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阁西，那他们呢这些寺庙里面呢又出了怎样的这个善知识？那看到这些出了很多阁西善知识的时候呢，那照理说我们是要去升起功德，去看他们的功德这间寺庙呢它有这样子的能力呢，能够培养出这么好的善知识，这么好的这个格西，我们是要去看功德的，或者说呢，其他寺庙呢，就是来一个大施主的时候呢，在做这种广大布施的时候，那照理说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去看到之后，然后升起随喜的心啊，有一个大施主呢，然后到这边呢，就是做这个利益众生、饶益圣教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升起随喜的心。但是如果说呢，我们没有好好调心的时候呢，心跟着烦恼走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就开始观过啊，他这个布施也不知道他这个发心清不清净啊，他这样做到底这样，我们内心自然而然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呢就会开始跑出来，或者说呢，我们自己认为呢，我们是追随宗喀巴大师学习的，我们是格鲁派。所以看到其他教派呢，就是出了一些很厉害的善知识的时候呢，内心就想说啊，他们这个善知识到底是不是真的具备这样子功德？我们内心这种疑惑自然而然就会升起来。那这个是什么？这其实就是嫉妒的这种心嘛，或是我们的心会觉得说，哎，除了我的这个教派之外，其他的教派不会产生这么厉害的人，就是会产生这样慢心或者是嫉妒的心。那乃至于说呢，我们是佛教徒，那我们看到其他教派呢，那他们做很多像是基督教啊，他们做很多这种布施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说啊，他这个做呢，他的意乐不知道是怎样，他做呢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佛法。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菩提心的时候呢，即使别人做的这些好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被嫉妒或者说慢心呢所影响。那自然而然就无法升起随喜的心，那心中呢反而是产生更多的这种过失。但是呢，透过菩提心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去观察他人的这个功德，那自然而然观过的这种心呢，它就被隐蔽掉。那观过的心一被隐蔽之后呢，他人行善的，我看到呢，就是他做的就是善行，看到他是善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升起这种随喜的心，随喜心一升起来的时候呢，嫉妒自然而然就不见了。哦，对。다 빼는 되네 연된지 통바이네 다 더르두나 소소레 셴베 출루 셴바 소소기 년데 마이바 아니 이 지기 룽바 셴다 덴델리야 아니 지 연데 푸순 튕겐기 차네 푸순 소바 용야다 연된기 차네 푸순 소바 덴데 용 아다 디샤스 카레 튕게 데이터북이 심제 빠도 매발라 강에 세투레 삼 Yunden tapado meba tende jebaina ota yunden deda ke thone a simjen la thön simjen kya chimbo la phen tho to re sam ti chuna ya shwe dero shin lungba chigi chigi thungen di chigi thungen la ngaranzo ki thungen di yabo du thungen shen ki thungen yaro to inde tela thado na ngaje ke ya ta tende ke thone kange shu chile de ya de so kanga chanju ke sim gi nyamle meba ke manzo ke kange the de ki to a chisa tende inde chanju ke sam la kange chidam chebaina 어다 직된들은 가상야망이 결혼설을 쇼송 아다 저기 라마 삼기 미자바 라마 슈슈지 배자당이 안다 최낭종 어저 제야래 가제돌아 야버지 삼기 미자바 야버지 오늘 기 삼기 미자바 망보 캥이 삼기 미자바 저다 디셔 오늘 땜바드 심전의 팬통이 기부지 사바지 전샤 기부 땜바드 심전의 팬통이 기부 사바지 디나라 패샤 다 디기 땜바 심전의 팬마 팬통으로서 가와 기베르도 레도 말하도 다 삼로 당셔다 디 참아 매버 차살 말하죠 차상 이미 요마레 정신 이미 요마레 다 가래 이미 요마 다 정신 지과 이미 요마레 출루 지과 이미 요마레 개급 지과 이미 요마 참아 디기 딕살다 그래서 어디로 와 제사 때문에 지기 디 지구 답변한 가라저기 계제지 셰바이네 잠불랭기는 추다든지 아니 잠불리네 나라 추다 미침부지 추다지 근데 약벌에 거기 심제베 빠도 매발 팬토토 그래 심제 빠도 매발 팬토가 쇼 삼나 대가랑기 강에서 도바쇼 심제 빠도 매발 팬토가 쇼 약셔로 다 디가나 디 삼로다에서 아 고축다 말다 고미베 생기 의도서 강가 약해제 디 아니 고축다 차결에 마도 고 불행기 축다를 마도 디 불행에 마도 불행 가서 기 축다를 마도 공원에 축다 말에서야 다 대실로 막 가점 지대기 나면게 계자 묘목이 계자도 뭔것이 디 시발을 마시는 거거든. 그래 연대도 다시는 약셔래도. 그러면 돼. 생각도 된대 시기도
아다 코페 축다 직지레 닝이레 배지드레서 남사 안디다 미망기 직지레 닝이레 세다우다 데리시니 코페 연년도 따야라 잡들라 견제도 두샤기도와 那所以呢，我们透过呢修持菩提心后呢，那不仅仅说自己的宗派，乃至其他宗派，或者说可能和我并不是亲近关系的这些人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见到他们的功德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呢就会升起这种随喜的心。那这种心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会就觉得说啊，他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是他教派，然后由此呢又升起这种嫉妒或是我慢的心。那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嘛，就像是说哦，当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很年轻的这个上师的时候呢，年纪轻轻，然后呢修为很好、学问很好的这个善知识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不管说他是哪一个教派，我们内心呢都觉得很欢喜，因为可以想到说啊，真是了不起，又一个非常厉害、不可思议的善知识呢，来到世间呢，来利益有情，然后来承办圣教以及有情的这个安乐。那由此呢，我们就要去升起这种欢喜的心以及随喜的心。那如果不去这样思维的时候呢，反而呢又会去升起很多这种负面作意，就不是很好。那或者说呢，会觉得说，就是觉得好的呢，就是一定要跟我有关系哦，要么我的中心、我的寺庙和我有关的好呢，才是真正的好。那和我没关系的这些好呢，我们就会以这种负面的心态呢去看待。或者说，一般呢，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会提到说，哦，某某富豪怎样的时候呢，一讲到这个某某富豪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就开始一堆负面的这种讲法就出来啊，他只是人家称他是富豪而已，他实际上呢，他有一屁股的这个债，他是欠了一堆钱啊，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开始讲，或者说哦，他这个他变成富豪呢，都是因为他去压榨其他的穷人啊，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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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讲很多，就是一听到这个富豪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们有去看到说哦，他有具备这样子的金钱的能力呢，他能够去利益很多的人。反而呢，只要一听到富豪的时候呢，就去看他的这个过失。本来要看功德的地方呢，不看，反而呢，全部都去看他的过失。那这个呢，就是不修持菩提心的一个过患。哦，对对对，其实马上做个被恰下为呢，被呢米被恰下为呢，最简单的，我们自己检查，真的。当然做我们当然做小明的消化医院，小明的消化院，他小明的消化呢，小明做多的院，那消化做多用嘛的。当然做看了这个，俺这个断了通用的米几个啊，小明做多的个的了，看了嘛这个这，可了，啊你做假的个的了，个看了的这个一呢。 먼저 람사 가르 삼당 그래. 먼저 람사 칸에 가르려 그래. 좋아? 삼로 가르당 그래. 삼로 가르당 그래. 아니 삼로 람사 칸에 먼저 가르려 그래. 먼저 삼로 땅다. 좋아? 샤오밍 저거 또 대교제. 샤오화 저거 또 저거 자디어. 이내 미치기 칼라 짐바 땅인데 샤오밍 라마 되어지 샤오화를 되위나. 먼저 람사 삼로 가르당 그래. 칸에 가르려 그래. 진짜 먼저 삼 땅 그래. 먼저说。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当我们前面呢，比如说有两个人，就是有小明跟小华。那小明呢，他肚子饿，他肚子很饿。那小华呢，他是刚吃饱，就是他肚子也不会饿。那这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布施的人出现了。那布施的人呢，他没有布施给这个肚子饿的小明，他反而布施给这个肚子不饿的这个小华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想什么？我们嘴巴会说什么？我们自己去思维一下。当然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小心的话，当然说啥时候嘛，真的看了个啊，可起码当时弄死，我被这啥的弄死是啷么被的拉下个吧？说我多少的了嘛的，就嘛多少的这说什么了？可俺说他听落地告诉，참 인제 있나? 인제 인간이야 참 저기 세면은 땅용 로고도 땅용 로고도 심지어 뒤지기 땅용 로고도 대가나시 나란족이 심정이 되도 땅용 냠바치 따고도 그것도 콜이야 된대기 집아 땅에 디라 괜찮도 따야요 말이야 아 야보래 권인지 저 양에 들래 제버리 코나코나 세바남다게 셰닝 타고네 셰타버 제버리 제수 이란 집아 땅이 왜 돈에 콜 제수 이란 제야를 마도
코 파조디 저것도 제샤 마제샤 데데 디기 토네 아니 디 삼로탄된 삼로니와지 땅데바이나 콜라 셴라 견통에다 셴라 마가와 용구도와 셈된 아주 레 당보와 송상 셈 삽삽체 마레 당보와 기 냠네 징이지나 셈된 넨토야 칼라 카보요래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好好就是防护我们内心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啊，这个人他布施错对象了，他该布施的呢，该布施给肚子饿的这个小人呢，他不布施，他跑去呢布施给这个肚子不饿的这个小花，我们内心马上就会升起这个哦，他这个布施的对象布施错了这样，所以立刻呢就变成什么关系？什么东西呢？就变成去光顾的一个心。就把别人布施的这个心呢，你把反而呢开始变成一个光顾的这个心。因为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修菩提心的话呢，那照理说，就是因为我们要升起菩提心之前，我们会先去修悲心嘛。那对一切有情呢，我们都会以平等舍，观一切有情呢都是一样的，视一切有情呢就是如同独子一般，然后去珍爱他。所以，如果我们升起这样子的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这个呢，就是清净的心呢去做布施，因为他这个行为呢就是布施的体性。以布施体性来说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错的，他就是去做布施而已。但是呢，如果呢我们不这样去想呢，我只是想说啊，你看他这个呢，就是该布施的不去布施，然后反而去布施那个不用布施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第二念一开始呢，又把这个好的这件事情呢，又从观过的角度呢去做观察，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这样子，本来米怕就的小米这个多的，消化这个多有嘛，这个加的，因为呀消化了这个多的了，金巴当完，谁金巴当完了的呢？说那么啥个啥个嘛，给我啥个哇？当我那去吧呢，俺这个啥的什么当到前面呢？给我啥个马里来过了？可是呢，这个多等于的了，马这位给这个给我马上我吃嘛了，给我生意的，刚才金巴谁那么他把呢？金巴当完，这个人给我啥个嘛都。一过了当夜了当民都是呢，院了当我第一给我马上我主要有嘛了，就是给我啥我这个人给接触伊朗钱呢，说是给接触伊朗钱了嘛都，怕就得了钱民都给这的给我马上我中国民都，其实给我马上我中国人呢，俺那俺就上了天天当错个人。그래서 퇴원라 된대기 삼로 땅 퇴원라 고 개와 싸고도 마도 디과 싸고면도 와 어디기 나랑 저기 돈에 제수이랑 제초와 된세 되래 那所以呢，就是无论呢，他布施是给肚子饿的这个小民也好，或者说呢，肚子不饿的这个小花也好，无论说他布施的对象是谁呢，总之这个他行的行为呢是布施的行为嘛。那既然是布施的行为，就表示说他在行善嘛。因为他是以一个清净的心呢，清净的心去做布施的时候呢，那他所行的，那无论他的对象为何，他这个呢都是善行嘛。你并没有办法说，因为他布施左边这个人，他没有布施给右边这个人呢，所以他就没有累积到善行。那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呢？哦，他布施给了小明，他没有布施给小华，所以呢，他并没有累积到善行。我们的内心只会因为说，哦，他没有布施给这个人，所以他就没有累积到善。我们会升起这样子的心嘛？我们的心起就是在这样在作意的。但是你只去是思维的话呢，并不会因为说他不布施给右边的这个人呢，他就不造善业。如果说他不布施给右边的人，他就没有办法造善业的话呢，我们这样思维就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他会有一个清净的心。那无论说他布施给谁，他都能够累积善业。那造的这个善呢，是我们不能够否定的嘛。那马上走，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是我，对不对？最好的想法是谁？是谁？我的想法，对不对？啊，亚轩说实话，他看待你扎切轩按住的，最重要的是自己我，对不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是自己我，最好的事情是我做的事情。然后你给那个这些给他亚轩的，你给三罗当下给他亚轩的，他肚子等着着的，我扎切轩的。他俺了怕咋为呢？俺的眼一绿你这边呢，我的身体最好，然后眼手部的养血意思，是吧？眼手部的本来个呢，他本看门这里是个，但眼手部的怕这些呢，他什么当然的，眼手部的什么当然的，绿个吃些囊呢，咋吃血开的啊？没的白给全部的下，没的眼咋全部的下，没的没那边哪个家，他那边的，哪个的刚把的说没那开把门都，没的给咋全部的下。
아 민래 닝디 자체물에서 닝디 면에들이 미시드고도 근데 닝디 자체 또 류기 차시레레네 찌레 찌 자체와 찌레 찌 자와 찌레 찌 비较세제 저거 침바이나 현다 현기 먼저 통제 강가라 비较체는 좋아요 나 현다랑라这让了比较强说说자체 랑기 때문에 류기 낭라 류의 셈이 나네 셈 자체 다 류 당고체 류체 류기 나네 류기 차시 나네 비자오치 지 양 낭로 약도지 어디 돼서 되저기 약도지 가장 관점지는 때네 젠 도스 제면 도와 세상 안 저기 다 디기 녀볼라 레레레레기 체도 삼로 땅 먹어야 강가 디기 강에 탐지 냠도 뒤냠도 세토야 돼 자유기 셈을 하고 요마다 所以呢，以我们平常来说呢，我们会觉得说谁的想法最好，就是说啊，我的想法最好，谁最珍贵，我最珍贵，谁最重要，我最重要，谁做的事情最好，我做的事情呢是最好的，这样。所以我们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呢，最好的呢都是我自己。好，那我们和别人比较完之后呢，那我呢是最好的，所以呢，同样的呢，我的身体呢也是最好的。那我的身体里面呢，那我每一个部分呢，我都去做观察比较的时候呢，那哪部分对我来说呢才是最重要的呢？那和手跟脚相比呢，就是我的眼睛呢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手跟没有脚呢都还好，但是没有眼睛的话呢，我就看不到这些好看的东西，所以眼睛呢应该是 最重要的。那再想下去呢，和眼睛相比呢，就变成心呢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心的话呢，我们就无法活下去。所以比到最后呢，又变成说我的心呢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呢在和他人或者说自己呢在做比较。那这样一直比到最后呢，有什么东西？其实比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剩下，因为我们就是 每个在观察的时候呢，和别人比的时候呢，都是自己最好。那在自己内部在做 比较的时候呢，你比到最后你也不知道该去比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这些过失呢，或是不好的这些呢，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一个呢去做对峙，能够一次呢同时做对峙的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观修菩提心。但是驴的生意呢，先了对的让呀，让了对的驴的生意呢，驴的也没关系，生关系。 다 셈기 나로 제제 셈마기 바다 셈 초대야다 셈 둥에 용에 디 먹었어 나셈 짱만이 거였어 다셈 짱만 나로 셈 약부 디 나로라 셈 약부에 나로라 아 다음에 또 보기 셈 대신비다서 주루기 셈 되서 거에 동이 또 바다 찬주 셈 거에서 아 동이 또 왜주로다 찬주기 셈 거마도 나 타와 등이기 상로디 나 먹었어 그래봐 다 되니 다나 처음도 정람기 셈디 거였어 다 처음도 정람 들릴 때는 나 처음도 권함기 셈디 거였어 나 처음도 권함 거다 나 상기기 셈디 거야 다셈 코로나 봐 지파 비자 지 가르쳐서 개미도 근데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和自他在做比较的时候呢，一定是自己呢超过他人。那我自己里面呢，我的身和心做比较的时候呢，又是心呢超过于身。那在心里面呢，我想要的呢，就是哦，我观察我的内心的时候呢，这些烦恼品呢，我都不要，我只要这些清净品。那在清净品里面呢，我要的是什么呢？哦，我要的是这无我慧、通达空性的智慧。然后呢，我要的呢是菩提心啊，所以那个什么希求解脱之心呢，我也不要这样。那我希求的是呢空性还有菩提心呢，那所以呢资粮跟加行道呢，这个呢我也不要，我要的呢就是见道和修道。那跟见道跟修道比起来呢，这些我不要，我要的是无学道的这个佛位。那你这样去比较的时候呢，比到最后面呢，就什么都没有了嘛。 그래서 나라도 참아 빈데기 삼로도니 도디고다 진짜 디디다 대다 탐제기 님보 셈 축돼야 돼서 강가 명해야 돼다 찬주기 삼공다 될 기바 다 디기 아타 뱀세베 나게 크기 님보라 도고 차도기 님보라 도고 나게기 님보라 도고 어다 랑진지기 님보라 도고 공로기 님보라 도고 대샤기 님보라 도고 차자 님보라 도고 다 요모게 나란절 응오스 뇌대야기 백 응오스 뇌대야기 초아 하고 대야기 요모기 릭 망보치 그 빼다 거기 빼 지기 갈서 그래 아니 마르메 세와능시 마르메기 동신 세기도와 디 세기 간조야 와 하고 오면도 가두세메 어 딘낭시 아니 마메기 그빼 낭시 마메기 놈 세와능시 도 제제
哎呀，长久的生活听做了牛巴提要的，他的眼睛给老庄给娘们过的电影。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好好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它就能够去对治我们的我慢，还有像是嫉妒心、我爱执、嗔心、贪心等等。那对于这些能够直接伤害、危害我们的这种内心呢，都可以透过菩提心呢，去将它给慢慢的去除掉。就像是油灯的这个灯芯呢，它会随着这个油灯呢，就是一直往下烧的时候呢，灯芯它自然而然的会慢慢的变短。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如果能够观修菩提心的话呢，关于这些烦恼品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菩提心呢，慢慢的呢，将这些烦恼品呢，一一的清除。对呀，他的呢，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诸佛正法显生生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生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生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呀，去大的理解了。嗯嗯，那个金子空气是那个鸡是大的呢，俺做。哦呀，他大力啊，大力切。他们背着的。就让家当你去找你的主吧，国位国内也拿。我说，嗯，哦呀去，我的嘞。但中国国内也拿些的，大洋大了，国内也拿。当国内也拿些的，全大卡的那个月的是呢，大卡上俺做老板娘心嘞，我说，哦呀。他等大洋大了，国内，国外些的大数国啥给干啥的了，国外是个7个月的，俺国里是的，国外是的，大国啥给国语给干啥的了，国外是。他的俺做给国内也那是来，也那是国语给干啥的了，让对个比大洋大，现在个比大洋大你要的是了。
다 랑도까지 따야는데 신도까지 따야는데 니요를 라베야디 니요와티 나란조 지당기 나란조 균행기 나란조기 계자 나란조기 남균이 균대랑 나란조 배주 제대에 찍고 찍게 다 찍고 자고 요래 그래서就是我们今天呢是上音类学，请看到音类学的第122页，就是中间这个地方，就是第6呢，以论者之门呢，可分为就是自义实证义还有他义实证义呢这两者。那以论者之门呢，就像是说我们所讲的就是我所安立这个正音的这个对象。那其实安立正音的这个对象呢，我们就是把它称之为叫做论者，或者说在辩论里面就是有所谓的前征或是后征者。那这边的论者呢，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在讲话的时候是一样的。当然做，俺做了呀，别呢，俺做给别呢，什么当场都不去，不赢呢，别都不去加上呢，阿嘞，怕给搞什么？怕给撒家的来康巴些呢的，怕给康撒家的里呀。没对没，怕给撒家的来呀，没对，是那为呢，没这个给这吃为呢，安呢，但就没这没对是那为呢，但给这吃为呢，那说说给卡里来不嘞，得了呀，南京说说给俺这个上路卡里当个嘞，安嘞，怕给得了没对是的，唐不说说给啊，拖通过没对，因为了得个哇，撒家的了没对没对，那拖通过要把它告诉呢？当俺做别呢，米卡的俺做的米对是呢，俺做米卡些几要不呢？俺做米卡些几个囊了，俺做的囊了要不的呢？俺做刚刚养到的呢，米想把几个啊，拍给了啥叫豆子他人趴子进来啊，拍给没对是的，给这听呢。当俺做给囊了啦，米几个人开的，俺做囊了啦，安尼拍给囊了，拖通个要不哈过说呢？俺做长眉给通的有呢，当俺做通的有呢，俺做看了个嘞。디난게 미치기디기 미샤바들라 데시게 그러 하게 메 두다 가르서 결합다도 도와도와스라 그러와 라구러와 라구레 라구 말해 디 라구러와 다 마더부지네 녜게 데시게 먼저 예라 민 먼저 나랑도 상마다 단다 디나라 여바 진다는 영에도 상마도 냠도 여바치 당연도 여배인데 미지 밖에나 도와줘 밖에나 매도라도 안티나라 게 통해나 당게 나도 지기 게 라브네 아파게 미두다 샤오밍기 게제트 같이 샤오밍기 게제트 밖에 매도라 매두다 가서 도와도와스라네 게 샤오밍라 라버래 그래서 이 랍사데 샤오밍 아파게 매도 갈때 결혼따다 도와도와스 살랍그러와 당게랑 게게 로바 결혼한 냠도 용에 된 속이 아니 가르삼 그래 파기 맨두 도와요 인자 매두 삼거와 윤생 안주 창마 안주 디나라 영이기 미창마라 윤생 여바 찍고 찍냐로 이내 윤생디 라 여바 찍바레디 나란절라 민다에 캬바 가르도 어디래 디데 찍바레那么些可能那时候军政的机关那米招可能 안주 창마라 윤생 로디 창마 캬바데 찍바레디 이나 나다 케란족이 빠르라 민다에 캬바 가르요래 어디 찍바레 对，那就是我们举一个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场的所有的各位呢，就是我们全部呢都是在一个房间里面，那这时候呢，小明呢他就跑过来问说，哎。就是那边有没有失火？就是那边到底有没有失火？还是前面那个房子？那因为我们都学过嘛，所以我们全部呢，我们一定是所有人呢，我们都会看先看这附近，房子附近呢有没有烟跑出来？那如果有烟跑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内心里面就会想说，我们所有人内心就想说啊，有火啊，为什么？因为有烟嘛。但是呢，这时候小明呢，他问的对象是问仁波切，他就问仁波切说，那边的房子有没有失火？那仁波切就回答他说呢，有失火啊，有火啊，那边有火啊，为什么？因为有烟。所以呢，仁波切呢和我们呢每一个人呢都是一样，就是我们所有的理由都是一样。有火，为什么有火？因为有烟。我们所有的理由都是一样，但是我们和仁波切的差别呢在哪里？
我跟你们差别在哪里？我的嘞，看这个上面的，哦，他给那没读，开始呢，多上班，你个呀没读多上班，多现在没读上班，看这个呀，哦，他给了没读，现在刚才他给了多现在没读上班。他俺做了第一军政的，落地说俺做给吧几块的，一那样，俺做俺不得把了给吧开了。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呢思维都是一样，因为我们全部呢都知道说，哦，那边是有火的，因为呢有烟，我们所有人的理由呢全部都是一样。那人文界和我们的差别呢，到底差在哪里？听得懂吗？没有听懂。就是呢，有一个叫小明的人呢，他跑来问说呢，就是那边有没有失火？那这时候仁波切呢就回答到他说呢，哦，那边呢是有火的，因为有烟这样。那所以仁波切和我们的差别呢，到底在哪里？那就没关系，我跟你说，差别呢在哪里？俺就把你开吧开了，俺了垃圾地方，看上做了垃圾地方嘛，因为原先的看做上路考察的，就是俺了垃圾地方，就是说，俺了，你小米了拉不的，小米了拉完的，你原先的小米了垃圾地方的，原先垃圾水的小米地方，哦，你原先的拉不。看上去呀，他们没有三个学过要嘛，没有学过嘛，因为呀，可以地拉做单的哦，没读，可是做读什么原先的什么，因为地看上去个原先的什么当个地当，啊嘞，看的啥？我仁波切看呢的送出来这这边看呢，那准成的贵说我了。디 찍고 말해. 디 찍고 말해. 디 찍고 말해. 그래서나 내기 랍사도아 균센디 랍사도아 계란주기 삼로에 나라 파기 매 당고 매매 삼로 당고 말 거요 말 파기 매매 찍다인데 다 도와도 아니 매요와 신이 셰 계란주 디인디 계란주라 균센디다 내라 균센이디 찍바 요래디 이내야 계란주기 균센디 균센 꼬사요 말 나라 균제디 꼬사요 제자 개바티리 내기 균제 꼬사디 현등급이 따ян다디리 그래서 내기 균제디 꼬사요 고아요 캐란즈기 균제 꼬사디 균제디 꼬사요 말 캐란즈기 따다 균제디기 줍제디기 소소기 줍제디 따다 뽀투바리 제자 만주 개바 가르도 찔러 꼬사면도와 어디리 란드급이 따ян다디 현등급이 따ян다스데 따ян다디 꼬사기 고아요 메요리 개바투디야懂讲呢？那这边呢，就是有人讲说，人切透过言说出来安利了正义。那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样子，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因为刚刚讲到嘛，就是那边有没有失火呢？其实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嘛。那等到那个小明跑来问的时候呢，说，哎，那边有没有失火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思维的理由呢，都是一样。哦，那边有火，但是那边有火，为什么？因为有烟的这个缘故。但是我们和人波切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说，人波切它有一个讲说的对象，它有一个安利理由的对象，我们没有安利理由的对象。虽然说我们全部都想到了这个理由，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安利理由的对象。但是仁波切呢，他想到之后呢，还有一个安利的对象就是小明，他跟小明呢安利了这个理由，所以这个呢就是自意识正因跟他意识正因的这个差别，因为仁波切有一个能够讲说的这个对象，他有一个能够安利理由的这个对象，所以这个正因对仁波切来说呢是他意识正因，但是这个正因对我们来说呢是自意识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安利理由的对象，我们只是自己想到，因为我们本来没有注意嘛，一直到小明跑来问说，哎，那边有没有失火的时候，我们看呢，哎，那边有烟，所以应该是有火的。我们了解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透过正理呢了知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讲说的对象呢？没有，所以有火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知意识正因，但是对仁波切来说呢就是他意识正因，因为他有一个对象，他有一个可以安利理由的这个对象。第让对个比大洋大是的，大洋大因把关系了，说让对个个把嘛都，个啥个对家先，我先没别啦，
让顿个比大样的啊是了过，现顿个比大样的是对主家播呀的，对家闲了对的报告呀。让对个比大样的是主家报告吧，的说说让你了对的主家报告吧，嘛都先大个啥个主家先木个吧的了，让对个比大样的是，主家现对个比大样的是主家播呀的让你了对的嘛，因吧先了对的主家报告吧，当个啥个原则个啥个主家先去我先去要吧的了，啊你现对个比大样的，我提了个，他别提了的呢，我说我提了。如果就是这边是翻字义实证音跟他义实证音，如果我们用自利跟他利，可能就会比较好了解。就是说，透过这个理由帮助我们自己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它叫做自利实证音。那透过这个理由帮助他人了解，所以叫做他利实证音。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好了解。为什么叫做自义实证？因为我们没有个其他的对象，没有其他的我们所要帮助的对象，透过这个理由，然后我自己清楚了解，所以叫做自利实证音。那他利实证音就是透由这个理由呢，我有一个能够帮助他人了解的这个对象，我有一个能够帮助的对象，透过这个理由能够帮助他人了解的缘故，所以叫做他利实证音。俺做南语来不多，那平常我们这样子用嘛？啊，那个是我们这样子，开始俺做南语来不多，你自己想一想是来不多，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看一看来不多，现在自己想一想是来的，可能上了当了我了，那可能给上了当的，热的马热，热门都是阿嘞，热门都是，热门都什么打上是吧？是吧？老怪是明年都知道。kira samlo tang slai do ngala la mo ko kira samlo tang slai nam gi chila gu do ko ti ta wada ji war di rang da ga ji ta yan da se de 那这个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平常呢会跟一个人说，哦，你自己犯了什么错，你自己去想一想，这样。那你自己去想一想，意思呢，就比较像是他意实证音，就是他利实证，自意实证音，自利实证，就是他自己去想，他自己想了之后，他知道他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他不用特别讲出来，他自己去思维到说，哦，我哪里说错，这就像是自利实证音这样。我们一边讲嘛，你了解的话，你一定你跟我说来不多，来不多，来不多。kira我呢心里呢，kira ngala labda来不多，这对家给个现在个就大样的，kira的心里呢，人嘛的什么的，现实呢可能怕拉过了，我弟现在个就大样的这个人。那如果说呢，我们是用这种哦，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呢，那你就跟我说。那这个就有点像是他利实证音，就是你不但自己知道呢，那把你所知道的呢这个理由跟别人去讲，那这个就是他利实证音。哦，对，哦的，哦的，你不主播国国你也哪是呀的？让顿个比大样的，现在个比大样的，你当不呢？去的这个大样的看些，去一大一的这个七个样的没把，大了说，去的这个大样的看些，跟这样的人把看些拉，等这个跟这样的过啥个七个样的没把，过啥个七个过啥我的没把得了，俺那个人是呢，的这个让顿个比大样的个情意思，我他的嘞。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到说呢，第六就是以论者之门呢，可以分为就是知意实证音，还有他意实证音这两者。那出者呢，就是指说知意实证音。那知意实证音的这个呢，就是指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呢，它是成立比的这个正音，而且呢，无耳音就是没有这个理由呢，成立比之正敌论者，就是你虽然有这个理由，正确的，你是一个正确的理由，但是没有一个你能够安利的这个对象，所以叫做无耳音成立比之独论者，就是没有一个能够这个音能够成立的这个对象，那就是呢，耳呢，就是这个理由呢，就是成立比之知意识正音的形象。他听人的让的cấp की तान डाला तो रंग दे करे रंग की ठंडा की छेदू कब से बाबा रंग की ठंड डुबजा तो पे की गोबा रंग की डुबजा तो पे गोबा ते रंग की ठंडे चेता रंगी की डुबजा तो पे ताते दी की डुबजा तो पे रंगी की गोबा ला शाने थे डुबे कब से पे ती छेदू को पे तायांदा तेला अने रंग दे cấp की तायांदा असला को रंग दे cấp की तायांदा सो रंग की ठंड 랑이 기 두자 또 비체도 균생 거봐 랑이 두자 또 비체도 두자 또 바데 랑이 기 된들샤 대 두비체도 거봐 겠다들라 랑든 겁기다야 asla
显定cấp की ताया दा से दूजा शें गोवा शें शें की धन शें की फारो को शें की दूजा तो बाते शें की धन ते दूबे चे तो कब से बाबा ता को बा कां गुजे यांदा को बा तेला अनि शेंदिन cấp की ताया दा रंगदिन cấp की ताया दा शेंदिन cấp की ताया दा से छिकी दशे तेरे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自利还有他利。那自义跟他利后面又加个实，知义实正义呢，就讲到说我在安利这个理由的时候，就是为了帮助我自己能够通达这个所利呢，而去安利理由的时候，帮助自己能够去通达所利而安利的这个理由呢，叫做自义实正因。那他义实正义呢，就是不是为了帮助自己去通达这个理由，是为了帮助他人，为了他人呢去通达这个所利呢，而去安利理由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他义实正义。对。다 큐 디두기 따야다 강시 라스 큐기 답기 디두기 추고야다 매바데 큐 디두기 랑도 갑지 따야다 싱이 페나 담메다 버드베 랑도 갑지 따야다 도송 고용어스 페나 소소라니기 아니 제베 안가다 제베타기 담메다 버드베 따초 텐숨도 체나미다베 캬와도 아니 소소라니기 담메다 바이나 메네 타자사인데 아니 소소라니기 삼로타네 아니 다데 메다바레샤 제바레샤 삼로타야다 아 다디 메타바레샤 기지마레샤 삼로타야다 오도 데데기 또네 삼로타마 있나 다수거바 있나 다주지 소소라니라야 다주지 메다데 제바이 비지코네 소소라니라 다주지 메다데 기지마이 비지거바 있나 아노고 카차도스나 라이카소 다메다바 조발 제바 다수거베 제바 다우스 오다디 스기가레 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例如呢，对于呢成立身世无常的智义实正因相应的普特伽罗，立所作性呢为因，然后呢为这个理由呢，然后成立身世无常时候的这个所作性呢，那就是说我们在成立身世无常的时候，那对于这样子这个智义正因相应的这个普特伽罗，就是对于说我们自己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通达有法，通达所立法，通达这个正因，而且了解呢是有法，它就一定是正因的这样的一个普特伽罗。那我们去安立这个所作性为理由呢，去成立身世无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这个所作性呢，它就是智义实正因。인디 잠메다버 드베 랑데급지 따양다도 송에 강사기 모르라도 따양다도 송에 강사 모르스도 가르스나 강사 야데네 마다 소소기 제베다기 잠메다버 드베 소소 다부지기 제베다기 잠메다버 드베 초초에 마도 제캬베야 마도 아니 초초 또는 제캬 마도 제캬 또는 도캬 마도 바 텐데기 강사지기 소소랑이 따거제 강가랑도 급지 따양다리 쓰기와 말다 디 따양다도 송에 강사 모르라도 소소랑이기 제베다기 빼자잖아 다 제베다기 잠메다버 드베기 소솜도 줍자라 신도 슈고이나 다 소소랑이기 옹보nom보이나 아 소소랑이기 다 거발라 때니 아니 또 투에 인구요래 所以在这里呢，他就特别提到呢，它是对于智义实正因相应的普特伽罗。什么叫做说智义实正因相应的普特伽罗呢？就是指说以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就是我对于这个正因它的宗法、同品片还有异品片呢，是我全部都要通达的。就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正因的三项呢，我是通达，我通达它这个三项。那我现在呢，对于说这个它的宗法呢，是不是所立法呢？我是有产生这个预知有法。我想要了解说，它这个有法到底是不是所立法呢？对于这样起怀疑的这个普特伽罗呢，那它呢才是所谓的智义实正因相应的普特伽罗。如果说我本身呢就是没有通达它的这个因法欲，完全都没有通达，或者说我只通达宗法，没有通达同品片，或者说我通达同品片，但是没有通达宗法的话，我就不是这个智义实正因相应的普特伽罗，所以它是有条件的。我的对。다 가르 저지 되르베 알레 근데나 베나 랑동가기 당다den de 부용기 네 ngarangi 치고 당가고 니가 임베스 치고에서 랍고 말 치고 양다 매 랍차로 就是想请问人切自己可以作为正敌论者吗？立论者和敌论者可以是一个人吗？那人切就回答到说，因为性相里面已经讲的，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正敌论者。既然没有所谓的正敌论者的话，就不会有所谓的这个
立论者跟敌论者。这个找不着就巧了，好像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像自己，有点像自己的政敌论，但是他不是所谓真正的这个政敌论者。那你看这凶的给在了，这个样的没啊的没几个在了，呀，这个样的多，说，这个样的人多了呢，呀，能给掐算。因为就是在教典里面讲要说没有这个政敌论者了，那现在说哦有政敌论者，政敌论者就是我自己，那不就跟经典讲的有点相违了？对了，他一般呢是缺的这个大样的看些，缺的大个的这个这个样的有把的，缺的这个现在个的大样的个情意思，对了，还是呢，缺的这个大样的看些，是对大样的一把看些啦，等那个个这个样的有把的啦，安个人是呢，安的这个现在个的大样的是，缺的大个的这个这个过啥个，过这个有把的啦。那现在个大样的，可是呢，现在多把的先七个月团都下呢，得个把大数把呗，得个把高数把呗给大一辈抢呢，那现在个大样的，第二对会七个样的也不抢在，对。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就是他意识正因，那就讲到说呢，尔是成立彼之正因，且尔因成立彼之正敌论者存在，即尔是成立彼之他意识正因的这个现象。那同样的，就像刚才讲是，就是它本身呢是一个正因，而且呢，你这个正因呢有一个能够成立这个正因的这个正敌论者存在，那它就是呢，它就是呢是成立彼之他意识正因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安立能够安立这个理由的这个对象。就跟我们的现在个就当那个，真是，本来是，呀，本来现在个当的，本来其他个咱没到不这个，告诉爸爸，去过养大给我啦，咱去就没到的切别是，本来前边的个咱没到不这个，大养大送啥个，怕就不干啥，怕都不急，前边的个咱没到不这个，出什么多。主家了，现在学别干啥，现已经怕都不去呢。但可能我当年给干啥的给怕，他最近没打巴来打，可是呢，七八来多是个把伊那，但我现在个别打，现个别是七八的，现在个别打的，可是呢，打的给出送当，主家了，现在学别干啥去给我啦，个把了啊，我第一天呢，我现在个别打的，是个的。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如同呢对所作性因呢成立身世无常当时的这个正敌论者，那对于这个正敌论者呢，对他说呢，就是身为有法，就是声音呢是有法，那事无常，以是所作性故时的这个所作性。也就是说呢，对于这个正敌论者呢，那如同刚才所讲的，他本身呢就是要符合呢，就是他能够了解中法以及同品片、异品片之后呢，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正敌论者呢，那去对他案例说，哦，身有法，事无常，以是所作性时的这个所作性呢，那就变成了他意识正因。当然说啊，当然这个就当然的，现在个就当然的，俺说啊，他的嘞。那这样大家了解了什么是知意识正因跟他意识正因了吗？对嘞。让这个就当然的，他的嘞，他挺个样子的，那来了我们平常这样子嘛，那个俺样子，南句来过了，俺上了当的写死来就啊，后头让这个就当然的，我这吃个呀，我可以，真来带你写死，可以让你俺写死来就啊，我的当俺上了当的写死来就，我的顶着找就要他，得训练了。那如果以我们平常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哦，这件事情呢，哦，我自己想通了，那我自己想通了，就像是这个呢，就像是知意识正因。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他跟我讲了之后呢，我才知道，那这个呢，就像是他意识正因。你找我这句话，其实大洋大谁就是刚刚俺那是云电呢，培训当地找我怎么对，忙着你在找我嘞。所以虽然说这边是讲到说正因，但实际上所谓的正因呢，就是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都会用到的。他对了。
다 때네 다 따양다 차 다 따나인 다 따따나래 다 이바 따따나 셰벌 솜 게웨 틴지 망에 비틴지 마두 비틴지 다 되래 마두 비틴지 다 되래 마두 비틴지 단 게웨 틴지 따따낭 쓰고 따따낭 쓰디 따 쓰디 균세 양다 바 문조케 균세 양다 문조케 될라 균세 양다 바 마잉게 되네 균세 따낭 그래서 order 균제 양다바 따부 나와 짬레 마도 균제 양다바 따부 거행기 균제 양다바 거바 짬 낭네 거바 짬레 마도 균제 양다 말이스고 따낭 균제 양다바 말이스 균제 양다바 나와 양다바 따부레세 대당 자와지레 마도 공문에 말이스고 균제 어테레 균제 따낭 나와 따부 나와 짬레 마도 균제 양다 말이스고 균제 따낭那以上呢就结束了正音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讲说释音。那释音呢又可以分为就是讲说相违的坚定句，然后不定的坚定句，还有呢不成的坚定句。那这边呢就讲说什么叫做释音呢？释音呢它就是并不是正音，就是讲的人呢，他自己以为这个是正音，但实际上它不是正音，所以才这样说相似音，就是自己以为，就是自己把虽然说它不是正音，但是以为它是正音，以为它是正确的理由，那所以叫做相似音。那相似音呢，又可以分为就是这三种。다 되래. 다 균센들의 숨 게다 망에 비팅지 마주 비팅지 이래. 那释音呢，就是又分为三种，就是相违、不定，还有不成这三种释音。大抵来了，我们平常用的这样子。当然说，南京军队呢，这个上路当我的几百人。那其实这三个呢，它也并不是很困难。那这个呢，就跟我们平常在讲话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个国，小小的国嘛，是吧？我来去冲冲去，去去冲冲去，是吧？大去出冲冲去，但你去出既然刚才去出冲冲的这个名了，开始个了，叫个了。小狗，小狗，我有小狗，对不对？但我有小狗，但开始西米了开始个了，当然过什么事？小猫，小猫，但没记得没猫了猫了啊，猫老，我的，但给它是来的，你的小猫，我的小猫是猫，为什么？因为是我的小狗是么呢？狗，为什么？因为就猫是哪位呢？给它的。균제테레. 그래서 내기 키로 충중디 키레스 파기 키투주 충주 섭다지어는 딱고 키메 하모고이나 어디 키레다스 디 내기 키로 충중디 최진체 어디 키레다스 이 키임베 균제 가르스나 시미레도 왔으라고이나 개와따다 게다레도 걸 개와 가르 게다레도 가르스나 따 균제 가르레 시미이나 키 마인고로 캬바 친질로도 녀로 티선 겔다스 geltas the gelwa said tadi na dubje chini gewa tadi na dubje chini bi khaba gelwa o khaba chinjilo do ngewa gelwa tela getas go khaba gelwa 那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我有一只小狗，那这只小狗呢，就是别人看到的时候呢，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我就说这个是小狗，它为什么是狗呢？那我要成立这个小狗是狗的理由嘛，我就说因为呢它是猫。那以这样子来说呢，它就是相违音。它为什么是相违音呢？就是我们所安立的这个理由，猫只要是猫的话呢，它就一定呢周遍不是狗嘛，所以这两者是一定是相违的原因，所以它叫做相违音。对，인생 개와치고 드나 강라 두자 두야 디당 균생 강라 고야기 균생이디 빼따다 개와치고 드나 고개다 쓰고 所以所谓的这个相违音呢，就是说你所安立的理由呢，跟你所要成立的呢是完全相反的呢，那这个呢就叫做相违音。
对。다 망했으나 망해 비딘지 가르랬으나 아니 망해 비딘지 가르랬으나 파겔라 아니 파겔라 키두스 가르레두스는 파겔라 녜짤라 키두스 다 이게 샤오코 여와 다 키두스 다 키유베 균생 가르코르스나 심젠두스 라바이나 심 아니 망해 버차도 봐 캬바 망해 버려 그래서나 심젠 여바 잠기 녜틀라야 아니 nganzo chidane simjen yoba zamgi nge tila ki yoba duptugu marwa nge tila ki yoba duptugu marwa kyaba geedwa kaza kyaba mange bareso ki simjen yoba zamgi ki yoba gi ngeba duptugu mindwa odi de jobri chidang nganzo geje shewana jena 那第二个呢，就像是说，我呢，我旁边呢有一只狗，为什么我旁边有狗呢？我旁边有小狗，我旁边这个小狗呢，为什么我旁边有这个狗呢？因为呢，我旁边有众生的这个缘故。那这样子呢，就变成不定因。为什么不定呢？因为周遍不决定嘛，就是因为有众生不表示一定会有狗嘛，这是不周遍的嘛，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不定因。ode ben phagidi mere shas kharese phagi kansa re doa selaba ina gyuze ko ba ina mange bare kansa imba chamgi me imba duptugu maro kyaba nge tugu maro mange bitin chi se ya dere 然后或者说呢，我们讲说，那边那个是人，为什么呢？因为是不特切罗。那这个呢，它也是不定义，因为是不特切罗，不一定会是人嘛。da dere ke dere so mange bitin chi ta matu bitin chi matu bitin chi de ki gyunze kar ko gore selaba ina ta matu bitin chi gyunze kar ko gore sana ani nge gi ani xiao ko di ani xiao ko res ke xiao ko di 我的小狗是狗，因为是吧？它是大狗，大狗，啷呢？大狗啷呢？大卡查，你去去冲冲的去来的，可是呢去冲不来多少呢？悄悄中国嘛，你去冲冲的去冲不赢吧，中国嘛是吧？可当然的军政养到满洲为军政搞了土了，你去冲冲的去冲不来门多少来不是吧？其实去冲不去悄悄满洲悄悄满洲最是大的一把满洲把它搞过来。 那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是不成因。那不成因呢，就讲到说，我在讲说，我的小狗呢，它是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大狗的这个缘故。那我们以论事来说呢，就是我的小狗有法，那就小狗有法是狗，为什么？因为是大狗。那这个呢，为什么不成呢？因为它的宗法不成嘛。 它的宗法为什么不成？因为既然是小狗，它就不会是大狗啦。所以我们讲不成因的时候，是指说宗法不成立，叫做宗法不成。所以不成因指的是宗法不成。所以只要是小狗，它就一定不会是大狗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成因。他被地送的了店里，给嘛给嘛，对不对？送的店了店里，被地了店里写过来。所以透过这三个譬喻呢，那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相违因、不定因和不成因。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自己来安利这个知意识正因了。他对了，别说啊，他对了。现在他남규 가를 lab고 그랬으나 망해 제캡 망해스 마둡 초초 마둡 시디 게다라 미세 lab고 말해 망해 제캡 망해스 제캡 망해라도 다디네 사와디 캬바 망해봐 마둡 초초 마둡最是 大的 마둡바都是 남규 직제 句子大家给了句子的舌头那样会啊그래서来了我给的 就是通常呢，在讲这三个释因的时候呢，就是对于相违因呢，并没有特别的讲法。那不过呢，对于不定因呢，跟不成因呢，就讲到说，不定，同品不骗，不成，宗法不成，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呢，来快速的了解。我们在讲到说所谓的不定因呢，它就只说它的因为呢，它的这个同品变不周遍的缘故呢，所以叫做不定因。那不成因呢，是因为它宗法不成的缘故呢，所以叫做不成因。所以不定，同品不骗，不成，宗法不成。他对了，别说啊，他对了，他那些巴拉斯，你他那些巴拉斯，给位定制些吧，忙也别定制些吧，马祖别定制些吧，他对了，马祖定制马祖斯。
다 당분이 다 결혼서 좋아요네 좋아지죠。 那就是说，不知道到这边呢，大家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嗯。哦呀，没吧？因为当年嘛，路易，哦呀，哦呀，但没吧？因呢，当然就给他给经验的，当不呢，让你得住吧了，出去见的所谓干啥意思？当然，这个很重要的，经验完了经验过来，给忙的马祖被定制送给哪呢？他来他说的，啥东西来说，忙的，俺那这家忙的，马祖，出去马祖噻，第七个嘞。di neda di tsik di nge thuna ya go yare ta di kana nenga chi khare resna do din la ba ina din ya nenga chi le la resna geta da mangi be tin ji madu be tin ji sum do wa di gi na ne geta da mangi be tin ji ina choju duba sha sha chi go re so choju duba sha sha chi go re geta da mangi be tin ji de 大洋的马英被军政，给他的马英被定制的大那人，大洋的马人，或大洋的马英被军政洋的都门罗啊的，超就马就被军政军的写上有马人，可是呢超就就被写下来，但可卡人马就把这是呢，你卡巴马英吧，样没呢，隔壁，你卡巴亲戚劳动哎吧，大的直接去给卡巴掉啊。军政的那个团呢，你给他的马英吧谁的，主要的都是这个，你超就就把写下这个月。但马祖被定制呢，超就马祖被卡了，看马祖超就马祖了是吧？给他的马英被定制呢，超就就把西夏真的这个人的，然后出手马祖来的，超就大洋的马来了的，超就跟你祖马来三把，第三个马来。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就是除了刚刚所讲的呢，就是不定不定，同品不骗，不成不成，中法不成之外呢，那就是我们在讲到释音的时候呢，就是讲到相为音还有不定音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了解相为音跟不定音呢，虽然说他们是释音，但是相为音跟不定音呢，他们两者是中法是要是成立的。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不定不定，同品不骗，所以讲到说不定音的时候呢，它的中法是成立的。在中法成立之上呢，它这个同品片没有办法周遍的时候呢，音没有办法周遍是所立法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说它是不定音。那同样相为音呢，是讲到说它的中法是成立的，中法成立的情况之下呢，那它的理由呢，不是跟所立法是相违的时候，说安利的真音跟所立法是相违的时候呢，才能够说它是相违音。所以在讲到说释音的时候呢，就讲说相违音、不定音跟不成音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它没有任何的规则它的三项呢都不需要成立，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相违音跟不定音呢，它就是中法是成立的。那这一点是要了解的一个重点。嗯，定音这的给啦。이제 주가 생겨도다. 라소. 어야. 아니, 라소. 다 드리지, 게다 드리지 샤규체. 아니, 다 드는 거와나라는, 라세. 那今天就是有一点晚了，那我们就先上到这边，那我们一起回向。那将今天呢所有的功德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那特别是三界坊中华大师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源流传。那我们也回向尊者还有一切所有的持教大善知识，还有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呢，那祈愿他们都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呢也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呢，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一些人，无论说他是否有宗教信仰，那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说他是否为佛教徒，那我们也祈愿他们都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呢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呢，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机遇。那总之呢，就是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资粮回向给一切有情，那祈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成办佛果位。
长辈把我记得看吧，当广东勇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是一切善事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慧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赞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时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学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电尽假错尊，莲足坚住直至三有尽，知心显密教法彻，善行为生顶上言，智慧离障是业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明灯十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自他尽瘁而及之，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俱安乐，一切恶趣何时空？菩萨任时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我住世间，尽除众生苦。我也就念到了突击节，谢谢大家。大众一切都见到。说。感恩仁波切，感恩年长。